钮承泽在执导电影《跑马》间卷入性侵案，导致停拍，而为戏增胖到100公斤的男主角任贤齐也被称为第2大受害者。最近他登上大陆节目《今晚9点见》，透露不想让剧组的努力付诸流水，有意买下版权当导演。经纪人则表示，一切都还在讨论当中。大陆节目《今晚9点见》之前都在讲小齐哥很倒霉，胖了那么多，但是戏停了，后续可能会有一些我们的努力，比如说我会把他接下来当导演。任贤齐登上大陆节目《今晚9点见》，透露有意买下《跑马》版权。由于钮承泽涉性侵风波被迫停拍，为了避免剧组努力付诸流水，想让电影继续拍下去。大陆节目《今晚9点见》有些部分要重拍的，可能还要再胖回去但是风险会不会很大？风险也有啦，因为我的医生都跟我说，其实我们当然不年轻啦，我们也不适合再去做太剧烈的胖瘦的一个反弹。先前为戏增胖26公斤，从74公斤胖到100公斤，甚至因为血脂、血糖飙高，让他一度觉得身体难受。电影停拍后，任贤齐踩飞轮、跑步1个多月，已经瘦到83公斤。经纪人目前的话，应该暂时还不会复胖，就算想买版权，他们还是要经过很多的部分的讨论。所以这不是最终的结果，因为这个剧本是窦导写的，版权会在红豆制作那边。制作人表示，一切都还在讨论当中，电影目前才拍了2/3，后续相当多的补拍、重拍镜头，也在等制作方的通知。而任贤齐会有如此想法，因为他认为是没挑战过的难得经历。大陆节目《今晚9点见》造型上面的努力，演员要真实去感受。我才知道说为什么胖子走路会开开的，因为大腿内侧会磨到裤子。言语中都感受到，他真的很喜欢这个剧本。虽然买版权的事还在讨论，不过是否真的要再为戏复胖，也让粉丝担忧偶像的状况。